2026 48支球隊，16個城市，1個獎盃。美國、加拿大、墨西哥史上首次3國合辦，48隊，104場比賽，全新規則，換人限10秒，界外球5秒要開出，化擴大到角球同進攻犯規。佛得角首次參賽，竟然0-0逼和西班牙。摩洛哥3-0大勝加拿大。烏茲別克、約旦、古拉索4隊新面孔齊齊亮相。美斯分組賽對阿爾及利亞連中3元，8個入球，並列神射手榜首。由落後埃及2球到絕殺反勝，39歲仍然係球場上嘅神。3個主辦國全部8強前畢業。加拿大16強比摩洛哥掃低，墨西哥8強輸俾英格蘭，美國8強1-4不敵比利時。16強，挪威夏蘭特淘汰巴西。阿根廷對埃及，落後2球之下絕地反勝。西班牙馬連奴連續2場88分鐘絕殺。8強同4強嘅每一場都係心臟病發級別。4強，西班牙2球淨勝法國，奧亞薩巴爾12碼加普路入球，展現王者霸氣。阿根廷補時階段，拿達路馬天尼斯頭槌絕殺英格蘭，美斯距離衛冕只差最後一步。7月19號 ，MetLife 球場，世界排名第1嘅阿根廷對世界排名第2嘅西班牙。阿根廷爭取60年嚟首個衛冕冠軍，西班牙力爭第2座世界盃，史上第一次2個洲際冠軍喺決賽相遇。美斯最後一舞，定係西班牙新王朝？2026世界盃傳奇就係今個星期日。